前同星島日報去咗海南島4日3夜，到埗就即刻去參觀觀瀾湖馮小剛電影公社，煙雨濛濛嘅民國街景真係好鬼有 feel 嘅啫。第二朝起身又返去電影公社，咁啱有人喺度做緊表演喎。呢度係馮小剛執導嘅經典電影場景做元素，例如1942民國街就係以溫故1942之中所創建嘅重慶街景，所以四周圍都充滿民國風情㗎。聽聞呢度遲啲仲可以用嚟做埋片場嘅實景添。呢度嘅建築物呢，好多都有參照一個圓形㗎，就好似我而家身處嘅容光大戲院啦。佢個牌雖然係寫住榮光，但係取翻個同音呢，係普通話嚟講啊，咁佢就係容光大戲院啦。呢度個樓頂都幾大風下。參觀完之後，我哋仲去咗睇馮小剛為電影公社特別剪輯嘅《悲喜18年》，睇完我都有衝動想即刻睇翻晒佢所有嘅電影啊！係咪覺得熟口熟面呢？呢度係馮小剛拍私人定製嘅拍攝場景之一，入面好多嘢都保留翻喺度㗎。嗰啲最俗乜乜獎呢，真係好鬼死俗嘅啫。睇完一大輪之後，我就去放咗個 lunch， 之後就去打 golf 啦。第3日我哋離開咗酒店出去行下，首先我哋去咗火山口地質公園，佢係中國唯一的熱帶海島城市火山群地質公園，也是海南島第一家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具有突出而重要價值的世界級旅遊景區。好鬼長。我哋仲去咗海口市區，呢度嘅建築物我覺得都有少少澳門嘅 feel 㗎，同埋呢，佢上面嘅字都係寫緊繁體字嘅，即係啲建築物上面去掃緊嗰啲啦。不過我唔知佢做緊乜。我哋仲去咗呢間椰魚堂試下海南島特別版嘅清補涼，佢唔係香港嗰啲涼茶嚟㗎，而係一兜雜不楞嘢，裡面有啲粗糧啊、椰汁咁樣樣。個店長仲話呢度成幾百年歷史添啊！夜晚食飽飯，梗係要去浸下溫泉啦！呢度有成100幾個池，浸2晚都未浸晒啊，唯有下次再浸過啦。嗚嗚。